各位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7題嘅選擇題啊。一個重量為 W 嘅均勻棒絞接於上端嘅，即係話咧呢一度咧有個臼嘅 ，OK 呢一度有個臼位嘅 ，OK 好啦，其下端咧受一水平力 F 咧作用而棒咧處於靜止啊！嗱，同學仔小心啦，佢而家咧任何情況之下咧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係靜止嘅，即係咧又唔會識得轉，即係唔會識得去轉，亦都唔會有加速度 ，OK？ 因為有加速度即係話有靜力啦 ，OK？ 亦都唔會有靜力嘅出現嘅 ，OK？ 咁先至界定佢為靜止嘅。好，問你啦，邊一幅圖正確咁顯示於在臼接處作用於棒嘅力 R？OK？ 即係咧簡單嚟講咧，佢呢4幅圖咧4個答案咧，呢兩個都係呢個位㗎啦 ，OK 冇變嘅，係唯獨是咧佢要你選擇，喂究竟嗰個 R 邊一個先至係啱啊？呢題非常非常簡單嘅啫 ，OK 好啦，呢題點樣去阿 Sir 話簡單呢？個原因就係出現喺靜止嗰度啦。好，咩叫靜止啊？佢又唔識得轉，佢又冇靜力，咁即係話咧作用喺呢支棒嘅身上咧，呢支棒嘅身上咧，所有力嘅加埋一定係零 ，OK？ 所有力作用喺呢支棒上邊嘅加減之後咧，一定等於零。好啦，第二個你要注意嘅就係所有力 ，OK 係唔會加埋，唔會有轉嘅。咁亦即係話咧，咦？所有力加埋係唔會識得去轉動嘅話，即係代表咩啊？佢哋所有嘅力理論上都會穿過同一點 ，OK？ 穿過同一點先至唔會有轉㗎嘛？點解啊？因為如果一旦有一個力唔係穿過同一個點嘅情況之下，即係舉例咁樣嘅情況之下，咦？呢個力距離嗰個中心點係咪有個距離喺度啊？係有個距離 D 喺度啊 ，OK？ 咁呢一個盒咧就會轉動㗎咯噃，呢一個盒就會轉動㗎咯喎。而家佢話靜止啊嘛，亦即係話呢個唔合理。好，你只需要做一個連線遊戲嘅工作，咩嚟㗎？你將所有力將佢延伸，所有力將佢延伸。如果佢哋3個力都係可以延伸到喺埋同一點嘅話咧，恭喜你啦，嗰個就係答案啦。OK？Sorry， 呢個不是，呢個都不是。OK？好啦，咁我做埋呢個俾你睇，你就會明白㗎啦。喂，有2個嘅交叉點喎，呢個都不是。好，你延伸呢個啊？咦，原來發覺佢哋嘅共通點竟然喺呢一度喎。OK， 縱使佢嗰個重心點係離開咗嗰支棒，但係我哋唔緊要啊。總之佢哋嘅力竟然延伸咗佢哋嘅力嘅位置咧，係會同一點裏邊出現嘅。OK。咁我哋呢個就係引致到佢哋靜止同埋唔識得轉嘅答案啦。所以呢一題第7題答案就係 C 啦。呢一年咧揀啱 C 嘅同學仔咧總共有63%。嗱，唔滿意㗎，因為呢一條咧相當之淺嘅。希望咧你用呢一個嘅 concept 去做到同類型嘅問題，下一年就會識得做啦。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